太师白如法无？你咧哭？阿爹是伫问你讲，你到底有太师白如法无？有太，但是会死也会活，着看伊做。当今武林，互你杀着的人，无一个当逃过活命。我无希望伊死，伊无用个死。为什么？最先，自从你出世至今，我毋捌看你流过目屎。你今仔日到底为着什么代志遮尔悲伤呢？莫问，你莫管我。敢讲你是找无手无难，来伫咧担心着你的未婚妻祝玉红明仔载就已经要进入长安城，为着伊的安全来伫咧伤心是无？阿爹，囝的罪恶太重了，会造成甲最大恶结，都是狄安生你造成的。我的罪孽重重，家孙若找着阿娘，甲小弟小妹，我嘛无面通甲因相认，伊若袂原谅我无，我要狄安生叫甲亲像顶顶的狗遐，伫迄个恐惧中等待斩首的日子。春生，你是咧起笑是无？你若安尼做，你的未婚妻祝玉红难逃斩首之罪啊！祝玉红若会死，是阿爹你逼，一切的罪过，阿爹你会承担。春生，你变，你变啊！错着人生，最悲惨、最重大的刺激，今互你都会变。今生今世，我除了杀死伊逼伊当主，无我一干尽受以外，我无要搁杀任何人。我真担心，我真担心明仔载祝玉红入宫了后，到底是要安怎样来应付？春生，我看你手提观音像，双手合掌，明明来一个向天祈祷，你是伫咧求神来保佑着明仔载祝玉红入宫伊的安全哦。我是伫咧求神庇佑，宝贝逼落我有性命的危险。你是啥物药啊？哪会遐苦啦？药若无苦，免爱食会好。来来来，无爱，我爱啉。爱啉什么药？无爱啉的。哎呦，我爱啉。你看卖咧，规碗药互你吃甲差剩3分啦。来来来，这点仔嘛爱甲我啉落。那迄药啊苦，人无爱啉嘛。唉。亲手抓药为心悲，你是朝廷的钦犯啊，哪来内宫的妙丹啊冤？要将何来
食药就是伫咧食醋啊！当是为着要找你，毋只去拄着魏俊生，我险险嘛都无命，你还搁咧甲人笑。哎呀，你误会我咯！啥？你还搁讲是我误会你？迄单公主伊独恋失踪哦，我问你将伊藏在何方？藏在何方不便讲啊！你是存何其心来记啊放纵？暂时请无错回声啊！请听在下水分阿明，为救迄个公主的性命，必要找公主不以为情。是真是嘞？啊，你还阁袂相信我？主啊，将迄你啦，见你面，残影永留在我的心啊田啊。自恨在后，命不好牵，世间的无好，去攀姻啊缘啊。阮问出言来啊，口难开哟，风采落寞，实在不应该。阮兄你敢是来轻谅解，使奴无知来太原来。袂用的，这袂用谅解。只要药啊，甲我啉落。正苦我爱吃就袂苦。安尼照乖。我摕这包药仔转来，看来是假。燕兄，我还袂认输的。但我无讲我已经赢啦。对，伫还袂甲伊冤魂拜状以前，啥物人都无法度通肯定，谁是赢，谁是输。有怪，我有要紧的代志爱办。我想这段时间咱无可能通见面。我到即马还阁毋知你真正的姓名，敢若一直称呼你是一个白衣童子，你敢无感觉咱两个中间有一个隔离？你是爱人还是爱命呢？我当然嘛是爱人。若敢爱问性命有啥物路用呢？嘿，你家无勇气无踪，我当然嘛是爱知影你的身份甲家世啊。身份，啊，天下人嘛所知影讲我是朝廷的钦官，啊，若伊家世咧，自然放过后会有期啊。
你的真实性命都唔肯甲你讲，安尼敢有得咧？你对伊用情？你是要放我做啥？我只是互你小可活动一个而已。我决定要得到你，哪有可能会放你走？我甘愿受死，也唔愿受了，除非你着爱用武力的。哦，对你，我绝对袂用武力。对你，我也绝对袂同情。你永远着免想要得到我。我知影你爱的是白衣公主，我一定要练成对魂七绝。若无杀死白衣公主，誓不为人。我求你，你放我走好无？放你走也已经袂赴，明仔载假公主就要告重案。敢讲，你就是恁心害死你的未婚妻？你带来的人拢总死了，除了狄元新董公务，无人知影伊是假的公主。因两个人搁较戆，也袂承认讲伊是假，来害死伊家己。为着要救我的未婚妻，我更加袂用的放你走。你毋是讲你掠我来遮牺牲你未婚妻，是为着要向狄元新甲董公武报复？我有着真大的刺激，所以我改变主意。我决定要先救回祝伊红，然后才采取报复的行动。我不招的啊！啊，你嘛看啊！你来哦！这足久无人住呢。郭不招的啊！郭不招，无啊，郭不招的啊！啊，你是安怎呢？啊，你哪无入来？哎呦，这间我走厝啊！哎呦，你看乌苏苏啦，遮久无人住，一定有鬼。我唔敢去。啊，你是有够空呢！啊，当这长头白日，啊，要哪有鬼？我跟你讲哦，你是要入来也唔入来？啊，你唔入来，好，你若唔入来吼，我用送我奖甲你写。哦，你做啥的哦？啊啦，哦哟，你哪遐惊死啦？唔是啦，嘿，你叫我来要创啥？准做讲哦，我来啦。啊，咱若去撞着哦，邱无兰啦，啊，甲迄个一百个，你是有人发？无喏，迄无共款呢。迄假使若是撞着伊吼，咱会用倒转啊甲白衣公主讲咧，啊，头叫来甲伊做吼，安尼毋是搁较好？无可能啊！遮久无人住，一定有鬼。伊无可能将邱无兰藏一只啦。哎呀，你实无路用你啊！较紧找看觅咧，找看有线索啊无啦？安怎找？你找遍我找看觅。哎呦，我地图死足济。哎呦，鬼啦！哎呦，拜托。那是鬼啦，我啦。你别我四百都唔通用这部甲抹杀啦无？我12条新闻你看一下，已经走6条去啊啦。我才互你气死呢！我甲你讲，我看一件物件，你进来看觅咧。看啥？这哦，哎呦，你看，这啥？输了。你看，哦，安尼呢？那哎哪有这个物件哈？哎，这间足久无人住，哪有这？啊，我知影，一定有人真正想袂开哦，嘿，可能摕这哦，伫遮安尼钓到的。哎呦鬼啊！哎呦，拜托啦，我来遮搞不中，我入来也是搞不中的。你安怎？哎呦！我该放啊！好想你若唔出声，互你惊一我破胆。我吼伫遮吼看到这啦。对，直接找着哦。咱慢来一步，我必须要练了关注这个。哎，等下，你不等你，我领导抓到。
也免问遐多。李同志啊，因兜毋着直到要咱缀来因兜佚佗咧。来去讲，行。哦。第二，无愿意甲伊启东公主相亲，要将启东公主让互伊吴殿下。是明日你要出嫁的时阵，叫卫神来奏明皇上。就了解。第二，伊用心良苦，伊是为着要使英妃欢喜呀。皇上也非常宠爱英妃，这件事来讲，应该是两全其美。既然王兄你会坚持，朕当然是无意见啦。是啊，皇上。参见英妃娘娘。免礼。臣妾叩见皇上，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，你选臣妾到后殿来，是有甚物要事咧？爱妃，朕爱吴殿下与启东公主相亲啊！要若安尼，小王爷呢？这是第二个意思。第二，将伊启东公主让互伊吴殿下。朕希望爱妃，你从今以后，莫搁再来倒恨伊小王爷，亲像朕这一样，永远来爱惜伊啊！臣妾遵旨。看天下，喜洋洋，哪知我面笑，心的悲伤。无名顶替，去风霜，绿色花时情，做难容。公主你为何愁满面？你无非不愿啊配婚姻。不是，殿下，请你莫误会。那呢？你为什么愁眉不展呢？这
敢毋是哦？大概是另有原因啊。殿下，你原本要甲小王爷相亲，所以你毋才伫咧无欢喜。如今甲小王爷也是甲吴殿下成婚，我嘛是共款。顾殿下，你袂晓甲伊成婚的，伊是契丹的假公主。你是咧讲什么啊？我是咧讲伊假公主，伊叫做祝义凤，就是自清第一剑梅俊生的未婚妻。吴殿，你是甚物人？伊就是本来要甲你相亲的小王爷。那呢，伊一定是伫要陷害我。本来我是伫要甲小王爷成婚，如今我甲吴殿下咧成婚，所以伊对，所以伊才毋甘心，甘会武林惹是生非啊！顾殿下，你毋通误会，我绝对袂去甲你争夺公主，伊确确实实就是假公主啊！伊是假，那呢，正伫倒位咧？赵义宏，你还阁毋认罪？你是要叫我念什么？说你是假！然后是对我讲，我并袂像你，会考中你是弊病。你若毋赶紧认罪，等于是死路一条。讲啊！你若阁毋讲，小王爷，你恃宠未骄，敢胆大妄为。因为娘，伊确实是一个假公主啊！你凭什么断言伊是假？我有看过伊的真面目，所以我才知伊是假公主。什么时阵？伫什么所在看过公主？分明，你是看的公主受到吴殿下夺奖，所以你嫉妒这害死公主中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圣裁，小王爷非礼还婚，逼死契丹公主。契丹国王，伊虽然以国家来败在咱中原，也毋过公主现在已经是死了，伊必然伊会倾巢来犯，请皇上自将小王爷将伊处死。启奏皇上，这位确实是契丹的假公主。既然安尼，真的公主伫什么所在呢？紧去甲带出来啊！你先该死，真公主下落不明。皇上，国有国法，应该你都下旨立即，自将小王爷押出去5条门外处死。